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52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0例是桃园万荣自贸港区的案例。因为有5个确诊者捌去过新竹，新竹县政府随伫竹北湖口这所在加强消毒，嘛伫高风险地区即马加开5个社区的体检站，呼吁民众爱赶紧出来做体检。23尾暗，新竹地区临时加开5个社区体检站，提供高风险地区的民众体检。新竹一天新增加5位确诊，包括1位新竹市捌去过桃园万荣甲大园区维修工线被扩列采检确诊，也有4位户籍一个新竹县的红北科技员工，卫生局紧急扩大体检。确诊者去过的所在包括竹北、湖口、竹东，官府赶紧大清消，也协调医护人员进入新竹县的厂区体检1200位员工，7等团部链。针对我们在自由贸易区里面的公司，如果在我们新竹县也有同样设厂的部分，我们由劳工处立即去盘点，希望盘点到了也要立即做 PCR 的检测。感染源都是从这个雅旭电脑。它所这个位于的这个远雄自由贸易港区的加值园区，所以加值园区因为足迹这个会有交错，那所以这里列为红区。23万荣甲大园区阁增加30位确诊，2栋办公大楼全部拢停工。园区内面4500位人员全部体检。桃园县政府讲，园区内面有一条自机场直达的专用道路。而且一条显示，2栋大楼动线相塌，餐厅、交通车拢做伙用，员工的分酸分流做袂啥够，风险区域目前还阁看袂出来。不过技工宿舍是感染的热区，宿舍也是红区。那宿舍一共3家中介公司，有5个厂商的外籍移工，在这个宿舍居住。那因为这里是共同生活，那么所以会容易产生群聚感染的现象。所以远雄宿舍也要列为红区，大概将近700位这个外籍移工。那这2个区要优先完成采检。卫生局调查，确诊个案有去过桃园的 Costco 中立店、家乐福中原店，也有瑞丽店，也有人去过便利商店、人较的菜市仔、中立火车站，总共23个所在，拢已经做好清消，因应疫情清源。桃园市政府也宣布。23开始，伫桃园火车站后站，佮增加采检站；24开始也伫咧中立火车站，佮设一个采检站。全市目前采检站已经有12个所在，希望民众尽量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好消息。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木沙东口服药，咱政府有买到头一批药啊，伫今日透早5点18分，由中型航空的飞机对美国的芝加哥送回来咱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是伫去年11月份，甲木沙东签约，买到1万人份的口服药。头一批药啊，伫今日透早5点18分送到位，经过通关查核，会交予疫情指挥中心去规划安怎使用。这批口服药送到位，对目前咱国内伫头在扩大的 Omicron 本土疫情真有帮助。高雄昨昏是新增加15个本土病例，大部分拢是高雄港的群聚案例相关。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疫情已经传出去啊，港区的体检会继续扩大。另外，高雄目前也有一个也被找到感染源，这是高雄科大基丁的校区去围到的学生囡仔，伊的感染源也在调查。那今天高雄有15个个案，都跟新光轮的群聚感染有关。那现在的传染已经从原来的传染到第2波。高雄港群聚感染案，佫增加15例确诊，主要有源甲新光轮传染链有关系。4例是属于之前公布的工程行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员工。那有1例，也是在工程行施作的范围之内的高风险接触对象。那有2例，也是一样是在高雄港区工作的另外一家公司的同仁，还有1例，这个部分是在船上上船一起工作的。
累计到23，高雄确诊案达到42例，新增案144甲凤山母仔囝伫同一间诊所接触，已经向科力检出确诊。另外4人家庭日已经确诊案135项密切接触，感染确诊。另外前一天公布2例感染源不明。这个药剂指挥中心表示，高科大学生有机顶活动史，也毋过市府认为证据不足，有望爱进一步查证。虽然有跟某一个个案在旗津地区有部分的时间是重叠但是因为足迹看起来是并没有看到说他们两个有接触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这个排除说他们两个有接触。130例新住民感染源已经认清，伊伫1月17甲高雄港确诊案有密切接触，因为高雄港群聚案一直增加。港区体检为局限中岛上港区，扩大到高雄港区，基顶3个里体检继续进行。政府也已公布新增50外位的卡者，遍及高雄港甲13个行政区，进行大规模的清销。刚续期，生活款的台南屏东也因为高雄确诊案18399去过台南安平老街甲屏东万丹，科力接触者伫厝隔离，同时针对活动卡者进行清销，共同防止疫情扩大。记者综合报道。那双北昨昏是新增加5个本土病例，包括北壁厝的中人，也有圆山饭店的员工，目前也有4例也找无感染源。台北市长郭文铁是呼吁民众，如果有无爽快，爱赶紧去体检，无直接去病院也是诊所给医生看。好，今天是星期天，你本来不想开这个记者会的。疫情真紧来清关，比伫台北市长郭文铁礼拜下晡临时加开疫情记者会，二三全国新增加52例，台北市有4例，其中1个是CT工作生的老师，伫厝隔离期间采检确诊。地区控制范围，毋过家户感染，担任房屋中介阿兄伫圆山饭店，厨房工作小妹也有因的老母一家3人确诊，也找无感染源，会有破空危机。另外，北角这个阿兄斗阵食饭的新北市朋友也确诊，向北加强调查，较扩大爆裂。比较担心的主要就是因为好像还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来源，不过这个哥哥跟另外一个新北市的相关的确诊个案去同一个地方，可能会有牵连的关系，但目前还在清查。那我们马上立即启动疫调扩大框内，那裁剪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初步调查，一家3个人除了妹妹工作的圆山大饭店，1月15甲16要去过大安区甲信义区的餐厅，17到超市甲火锅店，19早时去看医生，暗时去泡温泉，22日去过南港甲树林的餐厅，22在南港的诊所甲药局，也有树林的药妆店。因应这疫情的变化，郭文铁呼吁民众若出现症状，应赶紧去检查就赶紧去检查，若是检查阳性就紧敲1922专线来寻求协助，莫直接到诊所也是病院去看医生，以免影响医疗量能。无法度家己去检查的民众，也应到台北市7个检查站来采检。另外部分采检站原本过年期间暂停，郭文铁也决定继续提供检查服务。而且这出现很多好像看起来是不明感染源。那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它已经散到社区去了，所以短期内要应付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社区感染在台湾岛内已经形成。郭文铁决定加紧疫苗注射，家中已经发落疫苗，在过年前全部来注射完。另外，新北市举行的各项活动是不是因为疫情停办，也是改变举办的方式？郭文铁甲好友义拢讲，会看疫情发展，随时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那既然打开一间温泉饭店，嘛有一个工作人员确诊，这个病例佮为何伊的女朋友？目前饭店有靠1000多人，包括员工甲人客扩大采检。饭店外口人排真长，准备接受采检，医护人员伫边也无用，因为既然打开一间5000级温泉饭店，一名男性柜台人员确诊，因为接触的访客多，医护人员23透早就进驻饭店，针对我500名员工甲500多名访客全面体检。宜兰县政府紧急举行记者会，强调个案是20多岁男性，是打开一间饭店的员工，2日出现家属等症状，暗时急诊采检确诊，CT 大是2例，已经紧急处理。伫厝隔离35人，自主健康管理17人。调查发现，伊28有坐柑仔兰客运往返台北打卡，伊的一名女性朋友也确诊。搭乘葛玛兰客运从礁溪到台北，
傍晚5点10分到6点30分，搭乘葛玛兰客运从台北回到礁溪。我们看到的确，他的一个朋友是有一个报告是阳性 ，CT 是14，但是因为还没有完成最后的确定程序，所以今天中央也没有公告这个个案。另外，桃园市政府通知宜兰县政府，今明20多岁女性18捌到宜兰旅游，有清水地质公园、罗东夜市等地点的卡者，已经考虑自主健康管理36人，目前快筛拢是阴性。宜兰旅游1月21号确诊，下午2点10分到2点30分，罗东夜市。快乐疫情扩散，宜兰政府表示，临时隔离部会伫大溪国中加开社区体检站，若果民众有需要，会当前往体检。官府也宣布停办年节期间的欢乐宜兰年系列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北部、东北部规工拢湿湿冷冷。咱来看云图。今日受东北季风增强，加上华南喷雨区向东边线的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地渐雨，中部、南部的山区嘛有局部地渐雨，各地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敢若14度9。今日日时温度大约是15度至25度。拜3、拜4的冷雨，天气会变好，温度会回升。西半部是好天到济云，敢若东半部有地渐雨。也毋过到拜5，南边的云系会往北，加上锋面的通过，咱台湾的水气会变高。拜5全台湾落雨机会拢会加悬。到礼拜日小过年暝，阁有冷空气会到位，低温剩无10度。乡亲爱细日即阵仔天气的变化。来关心大学的学测伫昨昏考煞，昨昏是考数学 B 甲社会。根据统计，数学 B 的欠考率有3.54%，社会科的欠考率是3.76%。有高中老师是认为讲，数学 B 的题目较贴近生活，甲数学 A 比起来，加较好写。伫连续落2天雨了后，大学学测23礼拜进入最后一天，雨暂时断去，考生透早就来到考场准备，希望第一节的数学 B 甲第二节的社会科考试顺利。不少家长陪伴考生行到考场前，希望予因精神上的支持。就是来考而已，我是自然组的，应该会比数学简单吧。他们就是第一届那个新的课纲嘛，那新的课纲的话，说真的，大家也都不太清楚说那个他们的出题方向是怎么样。对数学 B 的考题，高中老师认为，这摆数学 B 的考试单生活情境题甲素养题较侪，符合考公精神，甲数学 A、B 优先度大提悬。它能够评量学生的数学基本概念，也能评量学生是不是能够在生活情境上面去，有没有那个能力去使用数学的这个基本概念解决生活情境问题。社会科包括历史、地理、公民甲社会3科是学测头一摆手写题。高中老师分析，因为混合题采取分段互分，考生只要将因果关系逻辑表达清楚完整，就当轻松提分。就个别学习内容来说，这次是原住民议题、媒体识读、女性权益保障跟社会结构变迁是热门的考点。大考中心统计，数学 B 的缺考率是3.54%，社会科3.76%。伫第二节社会科考完了后，学测结束。大考中心25会公告各科解答26开放各界对试题提出异议。3月7日公告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OTT 也就是影音串流平台服务，因根据《中华人民关系条例》的法律。有中国资金的 OTT 是无法度伫咱台湾上市，政府嘛有修法禁止代理中国 OTT 提供相关的服务。也毋过业者是表示讲，商业服务总是有通解说的空间，亲像爱记个平台、甲单抑阁有得看。根据 NCC 上新的公文，总共有替中国资金 OTT 招广告，相关会当罚500万。来关心联合报。乌英直升机2020年失事，造成参谋总长辛一鸣等8人殉职。监察院以机密案的形式，单协空军气象联队第8基地天气中心的主任任一伟，也有战术管制联队管制中心的管制长周树凯。顶届法院是判决任一伟休职2冬，若周树凯是免受顶届。来关心中国时报。
高雄本土疫情加悬，有确诊者捌去过派出所，有接触到的5个警察，目前 PCR 采检是阴性的。为着避免出现疫情，高雄市的警察局是创全国大省，即马下令外勤单位、新闻嫌犯办理咨询、为民服务，拢爱点户外来办理。继续关心疫情，咱国内是新增加52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0例是远雄自贸港区的案例。这个园区目前已经全面停工。另外，甲高雄港有牵连的本土病例，嘛有增加15例。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目前是依次加强版的2级警戒，会看疫情的变化，随时做调整。好，各位记者。国内23新冠疫情增加89例，37例是境外移入，有52例是本土个案。其中远雄自贸港区的嘉达园区扩大采检1720人，结果有30人确诊，内底相对多数也是阿休员工，另外有17人是红北科技。指挥官陈时中宣布，即刻起嘉达园区是全面停工。也是同职场的这些人员在停工的时候，我们是要他们在先做等一个居家隔离。那同住的家人都要求要进行加强型的加强自主健康管理。另外，接受到各界关心的高雄港互相收的案件，佫再增加15人确诊，包含案例155的校师，因为不到诊所看医生，新增加1名接触者确诊案例144，案例18399甲121的同事是亲情的关系。因为知影互相收的事件了后，家己去检查是阳性了确诊。相反是工作场所画到135控的厝内底人也确诊，相大部分的也是伫工作场所是互相收的感染。另外，4题互相收的案件新增加2例确诊个案，拢已经是暴力起来人员，研判社区影响较细。宜兰某一间饭店的工作人员采检阳性，相关调查进行中，感染源也调查。另外，宜山饭店总破西案例18396甲伊老母，遭房屋中介阿兄甲阿兄的朋友也拢确诊。对流本土的确定病例数增加，到底今年是毋是甲疫情警戒升悬到3级？但是中表示，随时来检讨是必然的。春节到底整体的一个政策上面会不会有所改变？到目前我们认为仍需观察。那目前并没有要做政策大规模、大幅度的一个转变。但市长强调，生活总是爱顾，甲厝内底人团圆也是重要亲情的一环。即阵也无严重到无法度甲厝内底人见面。过年出来佚佗，基本的防护做法嘛爱做好。若是会用的嘛爱尽紧去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新闻，国际上要紧，带乡亲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3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6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8325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21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100万例，印度超过3900万例，巴西是超过23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500万例，法国已经超过1600万例。欧洲的航空业开始咧恢复，俗价航空甲传统的航空公司即马嘛开始咧小坐飞行机伫机场起落的时间，互相咧抢时段。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前，欧盟民航主管当局设收费的使用，若无让出的时间带，看站也就是航空公司得到的时间带，安排航班起降的使用率，爱至少80%，若无就要将这时间带让予其他公司。疫情爆发了后年外以来，限制降价50%，目前是64%，是原来限制80%。新的限制原本2022年3月到期，不过欧盟执委会伫2021年决定延长到2022年10月底。俗价航空业者认为，俗价航空的时间带定比传统航空客家所谓的安排航班，对旅客行程安排真无方便。传统航空公司就算航班减少，时间带使用较低，有关应排除俗价航空占用较好的时间带。安尼规则明显是道理特定的业者。So why are they protec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egacy carriers who are incapable of operating them because they are inefficient? And in a way, this is a way of distorting the market further by allowing access to certain airlines
at the detriment of the others who actually could do more. They are more efficient. 业者认为，后边这个国际组织的规定，导致传统航空公司加做以国家资源补贴企业。I personally think access to airport is a public interest. It is to serve the interest of people, markets, the broader society, and kind of slot access is almost like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est. So I don't think it is right. 属计航空甲传统航空公司的争议，头先发生伫属计航空的瑞安甲德国汉莎航空之间。这项认为，就算看站间机，伫疫情管教之下，传统业者依然维持时间带使用权之下，被迫飞一寡完全无乘客贵航班，增加大排放。根据后边民航单位的资料，2011年的时间带使用率是2019年一直爆发进前的73%到78%，2022年延个恢复到88%，这是传统航空被迫飞贵航班的结果，也是属计航空伫疫情无景气之下展开超过传统业者的韧性，一时之间也未有答案。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比利时伫礼拜四，佫发生反对防疫措施的抗争，有5万人行上首都的街头，爆发抗争，甲警民发生严重的冲突。来关心欧美尔的疫情是真热烈，以色列上新的研究讲，60岁以上的时代，若是有做4档预防针，预防重症的效率会当提悬3倍。来关心反对北京当地奥运的声音，即马是愈来愈大。中国国务长是请西方公关人员发动网络宣传，要顾中国的民主。来关心中国军机是继续飞来咱的西南空域扰乱，昨昏是加强派出39架次的军机飞来乱，而且离东沙岛真晚真近，其中有34台4架次是战机。根据咱国防部的资料，中国军机昨昏是飞来39抓，而且有34抓是战机，有电战军机，也有轰炸机。咱的空军嘛有伫空中巡逻、广播甲赶走，嘛有咧监控。昨昏嘛是今年以来飞过来乱上侪抓的一天。来关心，因为疫情即马咧拖，餐厅已经出现这订到退订的状况。台中有饭店业者就表示讲，因一礼拜就逢退买2000桌。屏东嘛有餐厅是表示讲，即马买价甲过年的订到是拢退真济，有的是拢取消，也毋过实在拢反复啊，互因成本了真济。看这订到的登记本要取消的成本拢伫增加，受到疫情侵权的影响，台中这间饭店的业者这礼拜已经减少2000桌，人力甲食材成本损失真大。要民众原本要来吃团圆饭，也打电话来讲要早登去吃。取消了大概2000桌左右。那当然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除夕的部分，因为大家都要吃嘛。其实我这边场地就是很宽敞，我会把它排宽一点。那有些消费者会担心。那我们也是从善如流，让它改成外带。餐饮的退订也拖到屏东，餐厅业者原本期待讲买价甲过年会再赚一寡，不过即阵拢打电话要取消，也是改做春酒。我们大约退了100-200桌啊，有些尾牙跟过年期间的有些政府机关他们就停办了，然后说希望延到春酒，如果过年以后疫情可以控制住的话，应该他们就会放心办这样子。另外，北部的民众过年期间规划回乡的拢取消，这间餐厅业者是订到人客用个早顿去，也是拄消费。初2回娘家的，他们会说北部的家人就是今年就是不回来了。那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定金的部分，我们可以让它改成外带或者延期抵消费。另外，许大部分屏东甲小琉球的饭店民宿业者拢讲，订房率依然维持在90%以上。大部分民众依然在观察，若是因为疫情影响而退订，用专家来退费。我们会像去年一样，如果真的因为这疫情的影响，我们还是会让客人全额退费。餐饮旅宿业者对着疫情的冲击已经有旧年的经验，大部分是有心理的准备，会使及时来应变。不过同时也惊讲这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互原本真无简单复苏的消费力，又搁一日来消失咯。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本土疫情有愈来愈紧张，国内嘛南北拢有出现社区感染。即马台铁甲高铁已经宣布讲，对昨开始拢禁止伫列车顶食物件，也毋过若是喙焦要食水，还是爱食药啊爱饲奶，这有皆无受限制。
本土新冠疫情当地军架，从桃园机场军事案开始，拖到西堤餐厅，即马就连高雄港阿旭电脑厂嘛，小连续逼出大规模的确诊。台北疫情焦点退烧，互各界烦恼讲，这波疫情恐惊连防疫警戒有关到第3级，都无一定会当阻挡，因为病毒已经脱去到社区内底啊。我想可能是有传到社区的风险啊，但是我们现在还要看未来的情形，就是因为我们从这2年多以来的防疫呢，一直是有一些传染链哈，到了社区以后，它会被阻挡住。医师表示，国内去年5、6月的疫情是比即马更较严重，不过经过2、3个月控制，有达到零确诊，所以目前这波疫情嘛是去拄撞到同款的情形。民众若是有严格遵守防疫规定，应该也是会当把这波疫情控制掉的。不过阿旭电子的指标个案，也就是这个移工，初9去西堤餐厅食饭，14开始有症状，11就开始有传染力啊。大概21厂区才开始做大规模的体检，在这进前，病毒恐惊早就已经喂几日跑去啊。虽然说 Omicron 有轻症化的趋势，但是如果对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还是有相当大的机会会出现重症跟死亡。那大家就是还是要遵守那个防疫的规定。那过年的时间就减少人流的一个流动。面对国内社区风险加悬，台铁甲高铁为23开始，拢禁止伫车底食物件。那是因为身体需求，爱啉滚水、食药啊，或者是甲囡仔饲奶等等。那食了，就爱赶紧搁甲喙暗挂好。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加悬，过年个伫要到啊！内政部已经有公布过年期间宗教活动禁止的一寡规定。即马台中的万和宫嘛，已经甲抽签爱用的签筒抑个有杯，拢已经收起来啊，改用电脑抽签。啊，那南投的指南宫嘛要取消分字母的活动。无论是手机扫描，也是亲手写，来到宫庙参拜，是连坐全照无来。台湾疫情有警报，宗教场所神经病案派出工作人员定着，民众也承认这13大的防疫警戒心拢放亮啊。逐项嘛送，你个公啊啦，啊是讲食的物件会当入去食，拢就送啊。哎呀，拢无讲介遐严重安尼咯，是较早控制遐严。啊，你较烦恼无？烦恼是一定烦恼的啦，这爆发已经真严重的啊。台中南屯万和宫加强防疫，将这数甲抽签器具收起来，改用电脑抽签。将会初一开庙门，更较爱民众照顺序排队，保持社交距离。足侪拢赶紧就要入去，啊！但是阮今年要叫用排队，一个入去，啊嘛爱保持距离。南投德山指南宫原定提报防疫计划，确保将会初一会当照常举办发钱母活动。23庙方考虑疫情当严，宣布发钱母、发丁酒活动全部取消，一切以防疫为重。所以我们决定就停办这个花钱母，我们就春节那一天就停办。啊，包括丁酒还是要很多人来排队嘛。啊，我看这个情形，我们今年这个料理包也先停掉。高雄的大天宫原定23要食尾牙开50度，即马也临时划停，准备好的料理全部拢予员工早转去。我数起来打包啊，员工啊到干部台摕转去。哎，安种方式，啊，因为退后就政府的政策原因，阮安尼做。内政部22宣布宗教场所防疫加强措施，全台各地宫庙紧急应变，迎接新一波的疫情冲击，也希望信众会当体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屏东有一个独居的老大人，甲回收捡回来2纸废弃木石墩，甲规间厝拢无卡路。当地里长甲慈善团体全动用30个志工，摕一个乌纸伞拼厝内，希望会当予伊好过年。物件规世界，一间厝顶甲会尖尖，根本看袂出来倒位是客厅。屏东市有一个70多岁姓黄的老先生，市中家收一铺，佮干那一个人大。平常时啊，拢捡回收的废弃物忘倒，厝内杂杂。当地里长讲已经苦劝几20年，拢无效果。20多年前就有咧甲劝导，但是呢，就反正爱理不理啦。啊，干那想要收啦，啊无要卖啦，清理遮垃圾安尼吼，啊，互邻居大家吼环境。会当搁较好。生活环境垃圾唔但影响身体健康，嘛有可能会发生意外。拄好几个月之前，附近有徛家倒火，这老阿伯才知影家己的厝有偌危险，答应慈善团体环保志工来斗摒扫。
这个环境堆得很脏乱，而且里面都是易燃物，很容易电线走火，还是一个火烛不小心倒下去，就是会的烧起来啊。我们今天本着环保志工还有社区安全的角色，接近30个志工一起共同来帮他处理，也为了社区环保做一件好事。其实，亲像老阿伯这款的个案有真多，有侪老大人无依无我，家己伫危险的环境生活，无人看过。一回来到摒扫的团体就表示，要替这寡人整理徛家，真是需要真侪经费，因会继续募款，也希望民众会当较接关怀需要帮助的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婚林西里有社区是请老师来教大家做乌桥粿，是用传统的做法，摕传统的人绳来炊粿。时代嘛有来参加，大家是愈做愈心熟，嘛少年过去永早少年时代生活。甲人生挂掀开一柜一柜，香港公园好看头的乌龟桥摆地地，这人生来好滋味，全部拢是西里下南社区时代家己亲手做的。好爽！嘿，以前敢有捌做过？捌啦，乌龟桥敢捌啦。以前少年遐捌啦，啊，真久无做啊，啊，即摆吼年岁我，直接照我上老，我80几岁啊了。这些长辈吼，他们比较会怀念。会怀念以前的那个什么红菇粿啦、炒粿啦、乌龟桥之类的安尼。啊，所以我也想讲，让他们参与有一种那个怀念的感觉这样。下南社区专工请老师来教时代做乌龟桥，大家动手做，怀念起少年时代做过迄当时。事实上，大家早就已经是老手，只是久无做，会有淡薄仔找数。像这乌龟桥，啊，大家来摸一下，因过去较早拢较困苦的时阵，拢会做乌龟桥起来，啊下咧，啊互伊呢想着，啊慢慢来食呢，所以讲即摆做着安尼足欢喜。上开头咧，嫁娶嘛拢用这，啊了后，阮阿公。阮阿祖拢做媒人，拢是用这咧担，要送伊互查某迄头。除了有时代亲手做的乌龟桥，还有像这人绳、米螺、扁担，规组专业的炊粿技师，大家小姐担四个细，袂输搁当去囡仔时代同款，用人绳炊出来乌龟桥，唔但好食，上重要是搁再考我大家再现过去庄脚校甜的认真味。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咱台湾英国有金蕉王国的名号，伫南投中寮，甚至对清朝就开始咧种金蕉。有社区是安排时段透过搬戏呈现过去的故事甲历史，希望互少年辈了解故乡英国代志。阿公阿嬷认真咧搬戏，因演的是过去南投中寮种金蕉的农民和日本人经营的农场之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较早日本外销日本的金蕉，就是讲伊安尼真辛苦，逐项代志拢用这个人工来做安尼吼，摕起来伊表示或者是说会知影，无伊袂记哩。较早吼，阮遮店足闹热的，十伙店就走4、5间啊，嘿，过来汉药房、西药房，个卖菜，个有迄个拍铁店，嘿。还有五金行。南投中寮乡自清代末期就开始种金蕉，一直到日本时代，有日本商人到地经营农场，做金蕉的生意，却和当地农民发生纠纷，让当地农民受到无公平的对待。三本农场要涨租吼，我感觉吼，这对因来讲吼，是一种吼足痛苦的记忆啦吼。毋过吼，伊在因吼真拍拼吼，伫地方吼，甲迄个日本人吼，咧迄个协调当中吼，有达成一个协议吼，才有法度好好的生活吼。我感觉这个部分吼，对因迄阵啊吼来讲是真深刻的记忆啦。社区安排时代透过剧场表演的方式，呈现在地真实的历史事件，互时代互相交流，回忆历史，也希望互少年辈更加了解故乡的故事和发展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婚林县内外一渔港大约有2万多人，为着避免渔港去划着亲像桃园同款，婚林县政府即马是要求渔港宿舍要加严防疫措施，要分仓、要分流，无共公司渔港袂使大做伙，若是违法无守规矩的企业，上悬会罚30万。为了要降低渔港宿舍成为染病高风险区，文管府22号开始针对带30人以上，总共54处的渔港宿舍进行复查勘测。
要求企业依规定，医间宿舍必须要分仓分流，而且无共公司的医间袂当间大。希望它能够降载，然后分流。那尤其是不同公司的一个移工，我们这边是严格禁止居住在一起。雇主针对移工宿舍有违反相关规定的时候，我们将依照就业服法，裁处最低6万元至30万元之间的一个罚款。温管府劳亲处表示，目前县内医间人数大约21000人，医间宿舍有1000多处。去年针对医间宿舍基早和规劝，大部分的医间宿舍已经将每间的人数降到6人。另外，嘛要呼吁部分的非法移工，会当赶紧出面来施拍疫苗。我们有一些失联的移工，也就是所谓的黑数啊，移工啊，我在这里也希望，就是我们的雇主啊，或是我们所有引进这些失联移工的这些好朋友哈，你也要加强哈，让他们出来施打疫苗。温管府表示，卫生局去年12月中旬，陆续在各乡镇卫生所开设施拍站，提供非法移工施拍疫苗。目前已经有将近2000人来拍。会业主落实管理移工休困时，减少移动到外县市，以降低疫病传染风险。记者为您报道。嘉义县政府为着要鼓励学校发展特色，头摆举办特色教育博览会，推出体验活动，和学校甲学生互相交流。发达的时候，我们的塑胶也还没有这么普及，那我们的扣子都是用贝壳下去做建造的。那随着工商业越来越发达，以及我们的塑胶业普及，因此我们的贝壳扣子才因此被塑胶扣取代。学生伫单位说明研究的成果，边仔阁有动手体验的课程。嘉义县20多间国中甲国小做伙分享家己的特色课程，参大家交流。可以寓教于乐啊，然后小孩做这些都很开心啊，自己在那边玩。然后他现在在玩这个也是很好玩，可以让小朋友体验一下那个一些科学啊，跟一些不知道的那个生活常识。为了推广在地特色教育，展现学校的成果。嘉义县举办特色教育博览会，教育处表示，特色课程的发展，唔但创造学校的品牌，嘛是在地教育的表现。它这样的特色认证的学校是比照教学卓越奖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带领的学校一起能够也可以迈出自己去申请教卓的这样的方案。从今年博览会可以看出我们整个嘉义县的一些教育成果，包括不同的区域，像山区或是海洋，或是像一些创新教学部分，都在今天的活动能够做一些展现。有校长表示，透过这个活动，学生唔但会当体验别间学校的课程，学校甲学校之间也增加合作交流的机会，让学生伫耍的过程当中发现学习的趣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关心美国 Google 公司自2021年伫去年有替英国的分公司招700个新的员工了后，即马按算阁要扩大规模，要增加5成的薪酬，互英国的分公司员工对目前6400个人增加到1万人。Google 嘛按算要甲伦敦市中心即马咧燧的这栋大楼甲买落来，总投资金额是超过新台币275亿。Google 这个超过新台币275亿的投资，首先是将英国分公司的人力为2021年的6400人增加到今年的1万人，增加56%。虽然英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防疫解除爱伫厝内底工作的限制，不过 Google 依然在思考未来可能以伫厝内底上班配合去办公室的混合制，来兼顾防疫加研发等工作的需求。This is still an experiment. We talk about the last 2 years as being an experiment, but I think the next 2 will be an experiment of equal measure, where we try and figure out, well, what does hybrid and flexible actually mean? There'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more people. We talk about our workforce, and maybe as many as 20% of our roles will be remote. But that means that there's 20% more people in local villages and local towns, which will reinvigorate those. But 80% of our people are going to be coming into the office. We're going to be continuing to grow our footprint, as we've talked about, on the back of this investment.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表示 ，Google 基本上依然希望大部分员工每礼拜有3天会去办公室，都要尽到办公空间的扩展也一定爱做。Google 英国分公司目前的大楼在伦敦市中心的中央圣吉尔斯。
Google 原本是甲 NBC 全球5路这有名的企业斗阵长期做这栋大楼。在新的投资计划当中 ，Google 要完整将这大楼买落来，同时也在伦敦市区只有10几分钟车程的国王十字 ，Google 要扩张原本的英国分公司总部。 We're buying these buildings,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reinvigorating the office and refurbishing it, and we're keen to see everybody come back in and see a vibrant workspace again. 对 Google 增加投资英国，为中央到地方首长部分党派都表示高度欢迎。根据英国每日快报分析，这表示脱欧了后，被各方看衰英国经济反倒转来起来。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 再镜头来比利时，比利时有一座真出名的鬼城，叫做多尔，内底敢若住21个人尔。过去是要面对爱互拆除的命运，毋过尾啊有保留落来。棚内外壁有人乌白做，即马彩色的技术是啥侪人来遮冒险。这一排一排拢无人住的厝，四季拢看到互人做饼。这是比利时真有名的鬼城多尔，伫咧镇上住的居民只敢若21位。 无车人少，所以遮真安静，吸引真侪好奇的游客，还有一寡城市探险家专登来遮翕相。做表艺术自由工作者37岁史杜尔就住伫咧遮。My boyfriend brought me here actually, and at this moment I really love living here because it's close to nature. It's close. It's a unique place with a lot of. The social cohesion is bigger than I ever felt in any other place that I lived in. In cities there can be a lot of solitude as well, and in this place actually I don't feel the solitude as much because there's this closeness of the people living here. This struggle in a way, it binds people together. 伊讲伊做囡仔时阵来遮看阿公阿嬷，遮游玩是真闹热。1970年代末期，多尔镇的人口开始一直向外流失。到了1990年代后期，当局决定要甲港口城市安特卫普附近的村庄拢征收拆掉，起新的货柜码头，和多尔镇更加稀微。大部分的居民拢迁走了，只敢剩少数人继续抵抗。 除了去反映过，并且鼓励大家伫无人住的厝的壁面画图，要让欧洲反映判扩张计划威胁多尔镇附近的湿地生态。2016年，比利时最高法院撤回这项计划。经过这段风风雨雨，多尔镇暂时是当保留落来。But the thing is, I don't want to keep Doel as a ghost town. I know that that's a little bit wh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now interested in the place, because it indeed has the image of a ghost town, but that's not how it should be. It used to be a very viable, very nice place, a very living social community. 马蒂亚斯讲，因为边仔就是24点钟久伫咧运作的香港，多尔镇未来命运依然无啥确定。不过会当确定的是。 对一个住伫咧遮的居民来讲，多尔镇毋是鬼城，是因生活的所在。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若非洲的罗安达火山国家公园过去40天是呼吁面对危机的物种山地大猩猩，效果真好。对8外只，即马已经增加到380外只，数量加真济。也毋过因的生活空间、生活所在全变矮，互相咧抢地盘，会冤家会相拍，甚至佫会互相杀害细只的猩猩仔囝。山地大猩猩带着规家伙仔伫咧树林内面自由自在生活。也毋过，即马即种物种数量愈来愈少，因为栖地伤细，会互相抢地盘。In the past 50 years, the park lost 54% of the size of the park. And when all efforts were put in place for the mountain gorilla population to recover to the current numbers, the habitat has not changed. 伫咧经过要到40年的复育，即马已经增加到1000外只。原本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改列做极度濒危，即马改列做濒危。伫即马敢若是卢安达火山国家公园就380外只山地大猩猩，虽然数量变多，也毋过栖地无够，无共群体会互相抢地盘。Ranging in the same area, really not expanding and going to the rest of the park, and that leading to more intergroup interactions and then more infanticides. 除了互相相打，抑个因为当地观光旅游，
抑个有生生甲研究人员活动增加，互即寡山地大猩猩正惯势甲人斗阵，愈来愈晚人大的所在，想要找食的，这互即寡看起来敢若正勇的猩猩，感染人类疾病内面的流感甲伊波拉病毒愈来愈多。卢安达政府计划要起国家公园，未来10年增加23趴的面积。We are aiming in the next 10 years to expand the park by 37 square kilometer, which correspond to 23% increase of the effective habitat of the park. 这项计划按算明年开始，不过开始进前，当地有市政府农户爱配合搬走，政府打算甲这寡家庭安排去都起好的模范村。不过目前也有一寡农户对政府的做法无满意。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关心天气，天气报道在今仔日北部、东半部规天拢是湿湿冷冷，有短暂雨；中部、南部的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雨。拜三甲拜四是会冷雨，天气会变好，温度会回升。不过到拜五，南边的云系会往北边刷，加上锋面会通过，咱台湾的水气会变高，所以全台湾落雨的机会拜五会增加。所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至2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